闊別7年，楊丞琳日前3月16日於又一城舉行恆生行程獻楊丞琳 Like a Star 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記者會，報將於5月4日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Arena 舉行歌唱，引粉絲到場力撐偶像。楊丞琳久未在香港舉行唱，香港樂迷一早收到風，網上熱烈討論。今日更清早來到商場等候，拿起香港粉絲支持你世一 Rainy Banner， 換商場2、3樓都企滿粉絲大叫楊丞琳 Rainy 以露腰性感而亮相，又多次拉開毛毛披肩、大鬚馬甲線纖腰，氹得粉絲好開心，而且更全程用廣東話對答。我今天真係很興奮，還有點緊張，因為好耐冇同大家見面，同埋好耐冇講廣東話。我學了一句老 best 去形容好友 fans 們都是我的老 best， 約定你哋5月4日見。不過 Rainy 卻不斷嫌自己廣東話差，期間 Rainy 話我廣東話真係退步好多。我嬲嬲豬啊 ！Rainy 笑言嬲嬲豬一詞是否仍適合自己？仲自爆已經40歲。Rainy 7年沒在香港舉行歌唱，他表示很掛住 fans， 自爆呢歌唱會演出廣東歌，以答謝 fans 多年支持。我愛你哋。從你哋嘅聲音可以聽到你哋真的很掛念我，聲有點慘，有些走走的音。他表示來港開演唱會，想機會見好友亞視、少子二人上次只有1小時見面。